继续来看这个囡仔确诊恢复到健康了后的4礼拜到6礼拜，引发到 Miss C， 也就是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的个案。台湾目前已经有15例了。台大病院今仔日开记者会，分享到这种症候群的治疗指引甲临床的表现，讲只要把握到黄金的治疗期，囡仔拢会当顺利康复来出院。曾经得到这种病情的囡仔甲家长，嘛参加记者会，因拢真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，让囡仔平安度过危机。都有一颗一颗的菩提。谢谢大家。面对镜头真避暑，6岁瑞瑞真古锥，摕着布红仔搁毕业，真歹想到伊拄经历过买着病毒的风波。5月确诊了后，6月初烧到39度8，搁有红疹，后病院判断是儿童多系统炎症症候群 （Miss C）。他是在6月5号的时候就开始不舒服，那6月6号送急诊，就6月5号到6月6号24小时里面，他就是全部的症状都出来，然后他也发生的心脏衰竭，跟之前小时候症状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先送。尤其瑞瑞弟弟嘛，同款互诊断出 Miss C， 互做老母的真烦恼。一个在加护病房，那一个在一般病房做治疗，其实很难过啊。但是还是要就是好好照顾他们，然后也要相信医疗团队。根据美国 CDC 的数据，儿童发生 Miss C 的几率是3%。目前台湾有300万外人确诊，20岁以下占20%，算算的台湾会有100到200外人有 Miss C。台大病院目前收15位 Miss C 的个案，年龄中位数是6岁，其中休克相关的有43%，无胃口含药量减少上侪占78%，全家症相关表现是64%。要他食欲变差，尿量的减少，小一点的孩子，家长就会跟你说，换尿布的次数比较少，4成到5成的都有2个或2个以上的川崎病的表现。另外，根据美国医生统计，有8成囡仔得到 Miss C 了后，心脏的功能异常。各个数据嘛显示 ，Miss C 会影响倒病心室的功能。目前台湾 Miss C 的个案经过治疗了后，拢平安恢复。医生嘛提醒，若是有类似的镜头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觉，把握治疗的黄金时间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